最近有好多香港嘅學生家長都問咧，佢哋過嚟讀書，可唔可以帶埋佢哋嘅小朋友過嚟一齊讀書咧？咁如果可以嘅話，一位家長最多可以帶幾多位小朋友過嚟？咁如果你 genuine student 同埋你嘅 financial 都 OK 嘅話咧，咁你一家庭咧就可以帶所有嘅細路哥過嚟啦。小朋友嘅話咧，佢哋應該申請咩類型嘅簽證咧？新簽證係配讀，可以係一家庭申請啦，即係住申請人咧已經得到嘅簽證啦，跟住就可以後加細路哥同埋配偶啦。咁對小朋友嘅年齡有冇咩限制？咩年紀都 OK，不過如果你係6歲以上上嗰啲當地學校，即係一超過18歲啦，佢哋應該係要申請自己個學生簽證。小朋友係咪淨係可以讀私立學校，定係公立學校佢哋都可以申請呢？都可以啦，公立私立都 OK， 總之嗰個學校係願意接啦就 OK 噶啦。咁呢一啲小朋友佢哋俾嘅學費咧，係俾留學生嘅費用啊，定係俾本地學生嘅費用？公立咧佢就係專門，佢唔係當地嘅學費啦，不過佢亦都唔係類似正式嘅留學生嘅學費，佢會平少少啦。佢係從澳幣7000蚊起。如果係小學啦，私立學校咧係睇學校，有啲會俾當地學費啦，有啲會俾留學學費。佢基本咧佢會俾 full fee paying student 啦，不過睇下佢哋俾唔俾 discount 啊。所以私立學校係每間要睇唔同嘅情況。幫到呢啲小朋友申請學校，其實咧係最好係申請簽證之前啦，你可以直接揾學校，即係當然啦，中介即係我哋可以幫你申請學校都 OK。私立咧就會幫你接住去學校嗰度問下有冇位同埋申請嘅啦。如果公立啦，如果你留學生啦，你要通過嗰個教育部啦，如果你係配讀嗰啲細路哥咧，你可以直接去嗰個學校問，就唔使通過教育部。歡迎關注海一澳洲留學移民。